2、3、4、5，即係5福臨門噃。八姑，今日初五迎財神咯喎。傻女，實際上咧迎財神就從初4就要開始準備噶啦。啊？唔知道啊？好，咁我接落嚟咧講嘅，你就要好好咁記住啦。按照傳統習俗，古人為咗搶個頭彩，將呢個迎財神嘅活動叫做搶路頭。具體時間就喺年初4晚上進入子時以後，亦就係晚上嘅11點就開始迎財神啦。到咗初5嘅早上咧，哇，好多商家就會正式開市啦，開啟新一日嘅生意。個迎財神要注意啲咩啊？問得好，首先咧要將大門打開，意字敞開家門迎接財神，同時將啲燈咧就打開晒。你諗啊，屋企燈火通明，熱熱鬧鬧咁，財神爺當然願意進你嘅家門啦。係啦，仲有一個關鍵嘅步驟，八姑有條迎財神嘅專業口訣，你跟住我一齊念啦。天門開，地門開，五方財神進門來，一次福，二次財，賜來金銀抱滿懷，三次吉，四次長，賜來如意放身旁，恭迎五路財神進我家門。嗱，念多幾次，記唔落嚟嘅話，就將呢段視頻點讚收藏起身，初5嘅時候攞出嚟睇下。仲有啊，呢個重要嘅口訣，唔好忘記轉告俾家人啊！八姑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大年初5咧順利咁將財神迎回家，祝願每一個人喺新嘅一年財源滾滾，大吉大利，財運亨通啊！